飞前到几公，蹲到几公，是好。开始哦。坐下。喂。来，赶紧，这边所有赶紧。没有叫。太精彩哦！大家想讲要去洗手间哦，去单大家听无着，你无听无着，怎去落站？反正单交接一下安尼会使赶紧去咯。半点钟，我来做一个建议哦，这个可能就安尼安排，其实半个小时没什么可以讲的，就上班有始有终哦。大家有粗饱粗饱。有哦。定感的想法。其实，他们讲以后还好的看法尔啦，无来到咱就泡面，咱这内底，人讲世间卧虎藏龙太济啦，经营不如上的太济啦。真正咧，我大家咧动手，真正伊来心来，这咱唔知人来了，摸，咱点点仔咧做，点点仔咧付出，但是你唔知伊心的啦。哦，咱讲咱无智慧，别人无一定人无智慧啦而且就一经用法，即嘛我是讲互我感受尔啦。因为老子伫咱中国，包括世界内底，老子的智慧，人是公认是啥货？人无完的啦，人无完就是讲迄无人才注意做伊的，真的哦。老子伊道德无情言，伊讲无情几句啦，无情几句啦。讲道德，咱亲啊，讲着道德，咱咧想着啥？讲着道德，咱真想着啥？想着道德两字，敢是？想着道德两字啦，讲道是啥？咱个真想的安尼吼。德又个是啥？咱个真想的袂？袂安尼？事实上讲起来，咱要去了解老子迄个五情言内底，其实两字做道教定安尼尔。要去了解迄两个字的内涵，包括伊的内容。事实上讲起来，咱真大家是安怎我唔知啦。以后我来讲是怎讲起来，二种人啦，几种人啦。世尊有咧讲，咱人落到世间，拄则讲师讲法足详细，有真的假，真的也做生命，假也做生命，生命啦，遐做生命。真的也做生命，伫佛内底伊要讲生命换做慧命，所以讲过一句话：下决心用用生命。所以咱来食饭，要食饭来安怎？要食饭来安怎？太久了。知哦，恁食饭拢安怎食？知哦。歹势讲，要食饭就爱煮饭，是无煮饭哪就不能食。讲无嘛爱来买吼，买食饭咱就嘛要讲外口买食饭来煮饭，煮饭来款啥？款菜款味对不对？款迄猪粮款来了就爱安怎样？唔敢讲菜沙来怎规八落去咧？无安尼嘛吼，菜爱硬无？煮饭比食饭这两个对一个功夫较济。煮饭煮。恁做妈妈的，煮饭比食饭较济啦。足济天都来讲，你规日拢咧创啊？甲我太太讲，你规日拢咧创啊？我有煮饭，煮一个饭煮甲久，是了煮饭，去市仔买菜咧，市仔买菜若拄着骹为着家庭拍算，咱莫讲伊品质啦，莫讲伊熬算啦，为着家庭拍算的啦，就真值得的这偌济。我这摆讲这咱外地物件，这偌济，咱问咧几斤咧？甲有咧，货比三家安怎样？有厝过嘛吼，对不对？你要较俗的咧，刚才买一个菜，伊啊处理菜市啊买菜，我这摆大锤才到2点钟咧。迄困顿若要化出门化东，有时化2点钟，迄无意义咧。哦，出门出去买菜大概2点钟，真正有无你当安尼？
啊时间就做啥？添钱，功夫啦。功时间用愈济，就是下愈济功夫啦。啊，大概目的些方法，大概用遐尼济功夫，目的主力对咱那边目的要什么？吃啊，啊？吃，目的要什么会？要吃，要吃咧，啊是安怎爱吃？你要延续你的生命嘛。哦，无食就腹肚会枵啊，枵到底骹出清楚啊，无食都见看做面黄激素，一定爱吃哈。其实，这个也做严重，这个如果也做下喙一定爱食，这个气力也做伤营养，也做胃病，伤血管，安尼血管啦。啊发有形无？无有伤无？看讲书起咧讲凉凉啊吼，有无？哈，咱有感觉伊咧讲凉凉啊无？无哦，看有你嘛感觉伊咧讲足食力的，啊，是食力啦，你食力，啊，讲书要讲迄点半钟90分会讲，真正你捌这个讲书你唔知。迄条妈妈要煮迄顿饭，囡仔爸要来讲妈妈，你若煮去遮歹食，爸两钱我唔甲你吃，你看妈妈会海头的。讲书若去遮讲讲拢规片拢困去咧讲书，唔是看安怎哟？你囡仔来讲阿妈咧讲，阿孙嘞你若甲阿妈学落来，讲是安怎？你若甲阿妈学落，甲阿妈学落，阿妈就做事啊。是安怎？人个爱学精神。讲书若讲了，大家听到，哦，我去接到你，是，安尼讲书愈讲愈有力，为什么代表有客气，代表有共鸣？但是听了后，做好食，做好食好食，咱嘛听咧讲，哦，你是拢要咧食呢，还是你无拢要做咧食？咱食到安尼3支落叶，啊，其实食足济，其实食足好。啊，身躯表面起来，咱咧讲是有啥物话？袂吸收，胃肠歹，无好，哦，啊，咱真正该想，咱来道理跳有这无？几十年啊，啊，收都收了好无？无好，你海头你改，哎，我是无给你啦。脾气毛病有改掉无？改有了无？有命，我互你甲搭到老，有真正改好了。安赞，啊是安怎道理听啊济，啊脾气毛病改无掉，听咧笑我。迄回真正咧，咱今仔来遮是发菜蛋呢，啊菜蛋你若甲我冰于冰箱呢，明仔载后面搁放几日3工，怎啊炒酸，怎啊害，怎啊摕出去倒落工呢？茫安尼上无菜啊！工书无菜工书，咱国讲无菜工书，伊也拼拼咧，3个工书拼甲拼袂喘咧。啊，咱道理听听，大家离开，水壶端落了，工书讲啥？好无？啊，讲啥？会安尼袂？是无等下拄来，我来找你门口遐，咱点3个客门好啦。免倒来免倒。好啦，不过就是讲，啊，无听嘛袂使啦，啊，毋是讲你一定要求甲安怎，所以讲上吸食养肺命，你要吸食你，要养肺命，你无听道理袂使。为什么无听道理袂使？世尊甲咱讲，咱人生的大变，啊做啥？第50章讲什么章？生死战啊！咱已经出世，咱来啊啦哈！啊，入世呢，看见啦。咱拢有生囡仔嘛吼，啊死因倒一工，你写死因无？有啦，有就爱写落啊。规半年无话无言无事，受众我啥？受众挣钱，囡仔拢对面拢一边啊，有诶无？食到老诶因阿个啦，那死之道因爸啦，生之道因阿个啦。会因分红啊啦，有安尼无？规嘛想着无？有啦。啊，规世尊讲为着生死一大事，所以咱人来到世间，什么事上大事？生死最大事。但是一句话是有智慧人讲互咱听啦，啊，咱
个字啊，叫啥？啊，拼字好家庭啊，啊字是大个咩？咩啊？你带袂起啊？你甲讲你用生死，那嘛就奇怪咧。啊，离开去了，你就甲讲好啊，即个我合我做我这样做，主家感情做好，我要走，我讲好啦，咱做伙走，合你做伴。讲老的啊，唔在吹啊，我才15咱食菜啊，咱手牵手来烧，啊，咧手牵手做伙去的，无啦，死落去啦，啊，莫来遮久无平啊，生死果然袂啦，夫妻本是同林鸟啊，大汉来时呢，各自回啦，啊是，啊咧情是啥？啊钱佫是啥？问情为何物？问财为何物？是身躯伫个出生原有即个身躯照应的尔。啊名咧，有运动无啦？有吼，大家嘛运动，大家嘛安尼，啊，有一个会急死啊！所以世尊人才讲世尊是为着一大事因缘的，讲为着生死大事来，要创啊？要了脱，要互咱会当了脱咱的生死大事。啊，生死大事变怎了？哎，就得哎，了忘了嘅。生死大事变怎了？生死大事要解决生死大事，你得来祈祷。道来啥？道就是你的本源，道就是你迄个白生白死、无生无死迄个命。佛法讲做佛性，讲较简单的来讲，你生活就看做你的心。所以为着要了这个生死正讲足一个法门论，为着要食饭。猪这菜。我若愈大间，愈白就安怎样？愈大间吼，啊为着要食饭尔，食三顿尔。你看佛堂内底几福福的安尼，冰箱啊，看做两层的，叫啥？看做两栋的花锅，要怎啊？为着要了生死，爱研究我这道理。今仔日经典师祖甲咱讲3000万，第3000万不离经典开示，因为迄是佛成道了后，伊来到世间见道了后所讲出来的物件。照语言要讲到，咱知，咱无遐尼，咱理无讲无遐尼难处，无遐尼简单。所以出生入死，咱已经出生啊，会入死未？所以伫这出生入死内底拢作成字，生字都是有三，死字都是有三，生言字生，动字有四地是有三分钟，安尼讲几个？10分讲9个，啊，剩一个讲无着。哦，啊来世间大家拢讲了，世间900种结束，会记真？世间900种结束，99犯规，8199有因。你来看这个名就是没有，来第一名就是9，延伸甲我第一名是7，延伸甲9，安尼1甲9，两个加起来够贵啊！刚才讲来世间你无论安怎拼到尾也搁烦恼倒来，又从头开始，搁对世界是，搁对他搁点来。所以，这到尾来讲，是安怎呢？就是生之祸。咱人来世间，太用这个生命体，太苦咱这个身躯，大家既然来都无想要死，啊，所以就想要食好，要穿好，要用好，人拢要求我，就是为着要互你的心，这个心内底会过得安逸，过得富裕，过得快乐，过得满你的意，啊，敢若讲满你的心欲。啊，是安尼，安尼生为着这个生迄个祸，就是讲放了过头了。啊，所以拢落伫这9种内底。一个手刀会晓看无啊快，咱目睭，这粒头壳几空？9空，7空，7空，目睭2空，耳仔2空，耳仔2空，喙1空。也搁有2空刚好看，给你家己看呀。遐种阴的，这种用的，用的拢显伊摊在阳光下，
目屎，即种伊安尼做咩？目睭流出来做啥？晒，流目屎就流眼泪，咁眼泪就是眼泪，较流目屎，目屎毋是迄个眼泪啦，目屎就是你食即个目屎膏啊，流喷起了，真是迄目屎膏啊，有变做排泄，鼻孔屙出来做啥？鼻屎，鼻孔屙出来咧。拢屎甲咱喙讲出来，无讲屎啊，你俩就对啊，喙讲出来啊，做啥？喙烂，所以这高空拢做排空的啦，这种屎空、有水、阴性的，而且食饱，出入去，食去了，你食好，消化了放出去。较早我一顿食青蛙，食饭我明仔载放出来是安尼，啊无你看我较奇怪。出去入，这高空拢四项，迄拢歹看的啦。拄好剩一票，迄票讲无着，就是救赎一生迄个一生讲无着，因为你要找迄个一生的基本论家，较早听咧讲主角可能咧摆迄个基本论家，顶摆10个门内底，总之包摆9个师门出一个师门，哎，咱就免去，但是听安尼讲。你入去了，入去了，你应该找到这个西门，你才有看，你才有路行。咱今仔日咱来到世间，行入这个世间人是啥物店？迷魂店。大家知嘛？吼，世间人是啥物店？迷魂店啊，对啊。啊，迷魂店，咱入来迷去，咱入来所行的拢是伫这高一条。较找到找高的是高，这高门是找无着西门，也好甲在你甲我甲伊讲的。咱今仔找着的是这条西门，一条道，但是这条西门你爱行啦，哎，真正行出去呢，哎，人讲我西门早日拄，但是较毋了弄对西门找迄个麻烦的，还是你甲你讲呢？那怪不得别人，所以真正。天看讲个天台是天理讲啥话？天理讲啊做苗，地理讲啊做血，所以讲做良血。来到咱人生理讲做巧，所以咱这个血管啊是啥物巧？血管巧，啊做生死门，啊，搁一个名叫做通天桥。有甲你报无？师尊有甲你拍开无？有，你要行唔行？行是你家己的代志。唔行就继续行对死门去，啊，做生死，我讲生死，安尼啊做啥？轮回，不是有无？咱轮回到这偌久啊？không đào bằng một trăm啊？đào bằng 你即款话，先你甲讲600几年啊？rất cũ 啊，你有久无？啊，想要佮继续轮回无？mai mà 我看无啥差啦，咱你咱办事啊，叫我咧轮回了，对不对？nhớ nói là chịu khó 哦，啊，你个行过去了，行到就习惯啦，咱世间大了袂歹，你睇安尼咧，哦，那干嘛呢？所以其实真是哦，但是就讲哦，其中一种人，救赎一生迄种人才是上厉害哦，该问是念心，那个念是讲把这个世怎啊定了的，咱捌看咧翕相无？迄相片若翕袂迄年就翕袂迄年啊，你知无？啊，你顶下看你囡仔相，字母年母日翕的遐做念相，把迄个念翕伫啊，翕个时间念入去，迄个念是要讲卖过来出世，啊，变怎卖来出世？会袂？会啦。找到源头，得到道，好好啊修道，好好啊做好啊行功了愿，仙佛上天甲你保证，绝对能了生死，因为等回归到原来，善业成正。啊，到头前明明是只树地，讲是只西瓜遐哩，我讲爸爸讲来哦，啊看卖啊，看是你较咬我啊，做你巧去，明知山有好，偏地偏向好山有，咱正讲是安尼。明知影运动会互咱疲劳，明知影烦恼会互咱动脑筋，哈哈，啊是安尼，明知影行过头身体会害，明知影食伤好会糖会
你看大家有看讲拢起头的，迄拢油炸的，可能无。有形不古时候，不以家兵，啊，人家咧战争，你走去啊，无战争，出生入死咧，你看怎么咧真正咧讲过，有咧想过，这个物件就是啥物货啊？到尾啊，是咧，因为你都无来生嘛，无在死，对不对？这生死中，但是你要怎处理这生死，拢做咧办法，大概40种啊，做顺应种，顺应，第一课，顺应种，迄啊做啥讲的？啥做顺应？咱来世间，大家有比较，大家有关系，有咱爱，有咱不爱，所以咱真大家拢要希望有福啊，无爱无，啊是安尼，拢爱出现，啊撇向，趁时足欢喜，安那了事呢？无欢喜，会总唔甘袂，生气了。人拢爱好，啊爱好了，咱这近代到这当中，世间你要好，一定爱好，要好一定爱好，所以为学要为你莫甲看，学要为道要为你莫甲看，这无道。世间宇宙所有生成的一切，伫脑子咧看，啊做道生化一切。所以道已经起头，道好道为上道，离开道一切无好，无道一切拢无业，业就是道衍生出来的从人出世出来，人伊会食饭，伊会做工课，伊会骂人，伊会欢喜，伊会受气，伊会洗衫裤，伊会困，伊会啥物，拢是一个身躯的作用。爱做偌济项，讲袂了，迄做道母，道母啊做名目。所以第二就是讲名可名为上名，脑子伊的心目中哪一个意念，当然，就是因为伊自然发挥，叶公性因的心目中哪一个意念，用性因才讲讲，是咱人该做的项做义，所以咱道德伦理，咱中国道德经义，就是四义条，拄天地四义条，伫咱的身躯，就是咱身躯的来面目，叫咱应该分本来行。啊，今仔就是因为去互无去，我做妈祖在上主讲的，道不良修，道免修，道本来就归道，道足足伊都无生死的，是咱无明啊，生主讲无明入来了后，去互集中，去互比较来怎去互对入生死落。啊，这直接要跳出生死是安尼尔，啊，道本来就，老祖在讲个清清净净啊。性本清啊，心本清啊，啊心有啥个看呢？去互心看呢，心有啥个看呢？去互用了去啊，叫干了，那是安尼尔。啊，无本来自性上清、上清、上净、上清净，啊上清清净净的。伊分咧讲的，伊世尊咧讲迄边，咱自性中的事情就是上落无清。啊，分咧讲就会有见。伊就做咧家讲的自性本自负足本，自性本自清净本自负足本不行嘅。人生万法的啊，迄自性本来就负足嘅啊。啊，你讲我一领衫本来就清气的啊，衫甲面本来清气的，无你讲买买就买一领廿六衫大概咧，有诶无？啊，衫清气敢唔使？哎。啊？哎。有啦吼。啊，衫是要来洗，爱洗衫无？哎。啊，衫惊人个，煞免洗，无惊人无洗，要会使了。啊，惊人要洗衫爱穿啥？水啊。爱穿水对对。水地灰啊。啊，若干那流汗啊，咱会就好啊。啊，若去遇着乌油，遇着惊人，咁咱会会煞？袂煞，来个穿啥？是有。较早做蓝桥的，蓝桥的什么？回照金啊，用甲回照啊，这洗粉啊，啊，搁有啥？洗衣精，搁有漂白水，这是在讲。你无迄袂使，所以为学经营，你要甲这个惊人洗了，你无去学啥？学圣人，甲圣人开悟了，圣人成道了，伊讲过迄个，你无去学。啊，天日挂落来，会袂？钱要趁人家互你咧。
妈妈饭拢煮熟啊，放伫桌仔顶啊，人遐你去咧吃你伫遐妈妈，啊你煮熟啊，啊我来巴肚我咧枵，去啊你来巴肚我咧枵，啊人咧吃你无通吃啊，你确定啊你嘛巴肚枵，有意思无？啊今仔日道理讲叫做圣人的道，圣人道传落来，你老母娘当道落来做主耶稣。过去这诸天菩萨拢来，咱已经伫着道啊，人道传好伫遐，你唔吃，咁样咯，啊好要应该啊，啊伫安尼，所以爱配合伊入了衫裤洗好啊，惊人洗掉啊，你唔捌看衫去穿咧，好啦，爱搁安怎样？你拖呢？拖是要拖啥货？拖湿粉粉的，湿粉粉袂使掉的咧，拖一个拖惊人咧，惊人洗掉也是拖湿粉粉的。袂使掉，伊就本来就无遐味，今仔衫本来就无遐味啊。拖了该安怎？全好打咧，全好打了，全袂打，讲真会打，较打了，袂打，全袂打了，还搁做安怎话？水晒咧，迄个晒咧拍啥话？要洗衫无水袂使，但是洗衫裤洗成是水嘛，袂使流安尼条，为遐规规都袂顺。咱心中伫过去要正确，伊就袂遐尼简单啊！开玩笑，咱真大嘛以为，真大个心中嘛拢有家己的看法，嘛拢有家己的想法，啊毋是安尼，嘛拢有家己的希望。你要去掉遐物件，你无透过经历，无透过学。是安怎师尊甲咱讲3000万，第3000万较重要。世间所有的福利无够，当中无够，凡人心迄拢无够，我摆明，牛顿迄嘛无够，是要人啥够？脑子方式来分，关键并且想，叫做想地缘，引出的遐地形。地性了地位是无共接受，咱像福了位是无共接受。福是带你来生命用的，钱是伫世间用的，德是伫西方用的，迄无共接受咧，我无骗你。啊，咱家己爱看人目睭表扬，啊，上面要爱上家己选。所以为合一定为着要顺咱人，啊，我你听，我真正甲伊讲咧，讲顺啊，愈学愈敖，啊，怎啊破无去，怎啊愈学愈敖，愈骄傲，愈放过愈自在，我讲迄秘密较正啦。咱讲要相信，真个啦，骗你啦，是假名啦，但是伊都破无去啊，一领衫洗，惊人洗掉啊，当人你看咧穿，比惊人掉的穿大较艰苦，我等你甲试看卖啦。有人穿淡衫无？无哦，人咱洗几个油就安尼啦。会去游泳袂着挂衫裤，就伫遐咧洗衫哩，我都挂衫裤，我来讲穿过洗穿落哩，啊，欠要怎样？规个搭到落来，我可能等于就看见边仔无人看所来做出来，做袂当嘛是去穿落哩，啊穿落我穿落做啊搞表咯，大裤我合大裤，我拢错我洗着安尼。哎，大裤咧，啊，就等于他们真正破坏啊，真啊，迄个物件，迄个顺爱顺到安怎顺到为理智无，伊就是回归倒来本体，回归倒来本来的清净，回归到本来的清净，即好多第49种即个德性精神，圣人讲的无，圣人无相性，以白世性为性，咱这就是咱总结咱这拢依赖家己的性为性，足可怕呢！你讲说世俗国家这道理有信嘛？有信嘛？这嘛咱大家参考看下啦。世俗国家这道理有信嘛？有信嘛？你若讲世俗有信，我来讲，你讲过啦。啊，你讲世俗无信，太更加重要。所以有信无信是咱的意识的标准，是安尼啦。用做咧讲的自性起念，起念了念作用了，我回来，念为自性。所以咱食一句讲自
性起念为自心，自心动念，动起你听好，起念叫动念启动，咱咧开车就知影启动，起叫动是无相共的哦。自性起念，咱自性就会念，自性我，所以一定会颠倒出迄个念头，来到咱的心，换作心。咱的心一定会颠倒，心是死的，心一定会颠倒，看到物件一定会念，自性动念为自用，我想了。所以就做这样来讲，你要修行爱找你的本性，来找你个自性多颠倒了迄个心。所以就做了甲我多报告啊，得做自性，相性离不离自性，以心生出来，拢心离开，拢不离开自性。啊，咱真离开自性无？自性是啥？不懂。所以要净到讲自困，换做老主席个讲。圣人无上心去修啊，圣人修几地？像我都修啊，圣人无上心以百姓心为心。好的仙，我亦仙之；不仙，我亦仙之，亦仙。信我仙之，不信我亦仙之，亦仙。你大家关键我讲开玩笑，咱若改变了，我你也读袂好变啦，会变啦，甲你过。我你会满意啦，你若快点炒我发个面啊，我就输你啦。然后我快点个当头啊，代表不改啊，因为那个是内心呢，但是心我因为伊心快就源头代表就相共，所以我到现在，咱即个做显然显露。哎，别讲查某，迄个讲你的自性咧，交混个现在，阿弥陀佛，你来讲是迄个看你的自性咧。咱真个会晓修行的，真正有咧开拓，咧修理咧过程当中，真正认真咧拍拼，你世间总有一个，会知好我孙阿公迄阵伊可能输小车罢啦，啊是啊，从咱可怕咧，我说啊，出生啊，就一定会入死的，迄个大家拢相共，啊，对一个要死啦，要死都老要怪啊，真个，你厝内老啊，无死你会烦恼袂？尽量玩得好，所以人家咱真到幸运，正到迄个，正到迄个，你去看味就是做拢明定，叫做味道，就是咱那里三尊本来咧迄阵啊做万无性，啊你无想过无可能啊，三步行人无说，哪个你会生气咧？然后你甲我，你要去上班，人头家唔爱有钱互你，然后你甲我都包你，哪有迄落？无啦。敢若春秋去钱起来，变的是恁老爸，恁老母真是欠你无用袂使，剩的拢有啦。甲开玩笑，所以咱来知啦，今仔道场修行，今仔三个工资，我个拢不足。伊家己讲的，啊，我嘛是感觉不足。事实上，你若讲足了，叫声音变后，你看，但是咧较尾讲的就较真正真专业咧讲，我咧较听真真专业咧讲，嘛足用心咧准备，啊，咱听了咱加减啊，来市场啊，翻足这等于，啊，就一时煮袂去，冰咧冰箱，你若摕出来煮的啦，咱冰甲烂啦，冰甲生菇啦，无菜啦，啊，无菜咱今日才做一工啦。安尼啦，时间超过歹讲，爱传播啦，甲超过无少也歹势。最后，要祝注意大家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安尼咧，道母，伫咱大家共同拍拼之下，咱为特别为着咱的点人数，认真努力，认真拍拼。道行甲长修好，修内心甲修好，有道母甲参甲开拓。咱大家讲出来，我越愈难。完了，天公一定会定出来。高。咱就讲大点。后边啊，等于9片年代，1.8。
一九一三。准备前倒几弓，温倒几弓，我们再热热身。立体一班，新历义和114年6月15日，经上教育班安年生长线教准备行3几公里，前倒几弓，站几弓，3几弓。所以整点准备几弓，所以各位老师准备几弓，所以各位讲师准备几弓，温到立几弓，站几弓，3几弓，感谢前面准备几弓，感谢各位老师准备几弓，各位讲师准备几弓。我们